韩国男星宋仲基和宋慧乔两人结婚不到2年，最近频频上大陆微博热搜惊爆婚变。虽然两人的经纪公司已经否认双宋婚变，强调不再回应任何传言，不过宋仲基在公司发声明后首度亮相，现身韩国仁川机场，飞往汶莱拍新剧《阿斯达年代记》。他面带笑容挥手道别，手上没戴婚戒，再度被网友讨论。宋仲基反戴着帽子，穿着深蓝色夹克，在一群保镖簇拥之下，出现韩国仁川机场准备搭机，被粉丝热情包围。宋仲基也相当有礼貌的微笑回应，他即将前往汶莱拍摄新剧《阿斯达年代记》。不少人就发现到，宋仲基在出关前不停地在讲电话，一下左手，一下换右手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跟老婆宋慧乔报备。不过最近两人的婚变传闻闹得沸沸扬扬，纵使双方经纪公司都经发表声明否认婚变，但还是有大陆网友看到宋仲基手上没戴婚戒，立刻又冲上热搜。去年12月初，由宋仲基、张东健主演的电视剧《阿斯达年代记》举办开机仪式，女主角则是金智媛，背后有相当巨大的古代城堡造景。这是一部上古时代闻名的奇幻电视剧。宋仲基饰演的是一位受庇佑的预言之子，族人的侥幸生还者，拥有与众不同的能力。现在已经有前导预告流出。张东健一头古装长发，披着毛皮大衣，具有霸气潇洒的模样。他饰演一名拥有惊人能力的战神，金智媛则饰演一位预言少女，是宋仲基所饰演的角色的初恋对象。大咖云集，粉丝也迫不及待看到作品上档。